今年选结婚表扬以幸福、爱甲永远为主题，一对一对牵手超过60档的夫妻，一一接受市长黄伟哲表扬。其中结婚上久已经有72档，让人相当欣赏。因拢讲斗阵的秘诀，就是家是点啊体贴包容，加上无条件爱。市长表示，这夫妻充分展现三夫妻的精神，使人感动。钻石恒久远，真爱永流传。台南的钻石婚表扬哈，其实能够结离超过60年，那这个相知相守，这是非常不容易的。尤其我们现在最年长的已经结婚超过72年，然后新郎是98岁，新娘是96岁，真的是不仅是福寿双全，而且恩爱恒久。我们非常的这个感谢他们。尤其证明了父慈子孝，家族又很和乐。那我想这个是值得我们非常推崇的，也证明台南是有爱的城市，也证明了我们许多市民朋友们对于这个夫妻牵手能够恒久，这个是非常羡慕的。为了护士住在台南的长辈，拢当感受友善加温暖，市府社会局积极媒合民间资源来推动各种老人福利加长期照顾，希望让阿公阿嬷牵手一家住的同时，拢是健康勇健，嘛证明台南是幸福、爱加永远的好社区。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。